耶稣讲完了这个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有真侪人跟对着伊，伊就伫遐内甲因的病人治好了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讲：人无论什么缘故，拢会当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讲：迄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，并且讲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甲牵手联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这经恁无有读过吗？既然如此，夫妻无过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了。所以上帝配合的人袂当分开。法利赛人讲：安尼摩西为什么吩咐互牵手休书就会当休伊呢？耶稣讲：摩西因为恁的心硬，所以许可恁休妻，但起初毋是安尼。我讲互恁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毋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即个未休的妇人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门徒对耶稣讲：人甲牵手既是安尼，倒不如无娶。耶稣讲：这话毋是人拢会领受的，唯独赐予谁，谁就会当领受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。这个话，谁会当领受，就会当领受。迄时有人带着细汉囡仔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甲因换手祈祷，门徒就责备遐个人。耶稣讲：互细汉囡仔到我这里来，毋通禁止因，因为伫天国的正是安尼的人。耶稣甲因换手，就离开迄地方去了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讲：夫子，我该做啥物善事，才会当得到永生呢？耶稣对伊讲：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伊讲啥物诫命？耶稣讲，就是毋通杀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盗，毋通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搁当爱人如己。迄个少年人讲：这一切我拢遵守了，还欠少啥物呢？耶稣讲：你嘛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，分予善人，就必有财宝伫天顶。你也过来跟对我。迄少年人听到这个话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伊的产业真多。耶稣对门徒讲：我实在讲互恁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搁讲互恁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入上帝国搁容易呢。门徒听见这个话，就稀奇的讲：安尼谁会当得救呢？耶稣看到因讲，敌人是袂会伫上帝凡事拢会。彼得就对伊讲：看，阮已经放落所有的军队里，将来搁要得到啥物呢？耶稣讲：我实在讲互恁，恁军对我的人，甲复兴的时阵，人子坐伫伊荣耀的宝座顶，恁也要坐伫12个宝座顶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放落放恶，也是兄弟姊妹、老爸、母亲、儿女、天地的，必要得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真侪伫前的，将要伫后；伫后的，将要伫前。